我先向亲爱的父亲来发问安，也问耶稣说向耶稣说问安。我是耶稣说的大师来到我的家，就是在这个教导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时刻就是我们来是有重复我以前教导过，现在听的怎么样了？我还是有重复以前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说要得获到这个道，你们要保守好。你们说得到这个圣量，你们要保守好。你们今天的教导是第几课？今天的教导就是第8课。今天的我们的教导就是第8课。就是我们这个网络有点差，因为我有点东西要得安排下，你们都能看见吗？我们现在就在科摩罗这个国家，就能感觉到就是这个真正的上帝的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这位上帝的创造对他们就是不重要的这边的人民的不仅是这边的人，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犯罪，他们都在那个主义之下，都在搞淫乱的、拜偶像的。这个是令我们的忧伤的，这个情况就是令我们的难过。还有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是不认识真的上帝。这个我已经讲过，还有我再讲过。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罪恶，就是这个出现在这个罪恶网络有点差问题就是出现了在这个在这个罪恶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就怎么可以说是那个人类就释放不了所以我在这方面，我一直要奉劝的如果是要知道正道，就是要坚持到底吧。因为看到那些人他们走错了路即使你都要想努力跟他们要知道这个正道。有些人他们都能接受你所教他们这个正道，但是他们就说不来到这个圣灵所赐给他看了，所以他都已经变信仰了，他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这不过是不想进去这个不要进去在他们的脑子里，不要想把这个要放在心里他们就想进去却进不来所以
就是有在阻挡他们的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阻挡又拆下来了。我今天再要重复要教导我今天这个教导这个讲道就是要对那些全世界，就是我们在不理睬这位上帝的是从什么说开始，为什么要我说的大世界的一量，他都要一直要说你们必须要回来。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要教你们要转向了。因为这个就叫做一辆，他要教人类要转向，还有教人类不要做那个一塌糊涂的事情，要转向到父亲呀、娃和呀，我亲爱的呀，我说。第一件事，我就是要慢慢的跟你们要解释。第一件事，我为什么要解释？就是我所传扬给你们是真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人一直在想着，为什么你要我说的大事一直要说，只有你有真的，除了你以外都是假的。这个问题都是到处都提过这个问题，有些大就是要盯着看了，但是他在那个脑子里在心里一直想，这个都导致假如说那些传福音的，就是那些传福音者，在多个国家呢在传这个道，就是都提过这个问题，还在马达加斯加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你们是真的，除了你们以外都是假的？在这面都是说这个道是真的，却他们有点犹豫这个情况我都看到就是没有一个人都能反对这个情况多数这边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没有人有抗拒或者是有反对，都是说你所说的都是对因为如果这个是不这个是假的，可能你就是可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然后就是给你我解释，所以我必须要重复这个教导，就是那个法律有一种的说法，就是我们从开始要教吧，然后这个就教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一直要坚持说这方面必须我教你们知道。那缘故就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位父亲的亚耶娃和亚乌说，他非常，因为他已经说过了，他的荣耀不要归给别的神。这个应该是这个我们先念下。所以为了这个，就是亚乌说的大事一了，依旧坚持说。必须要把这个正道要转过来。以赛亚书第18章第11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应能使我的名被亵渎的。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个在这方面，就是这位父亲亚耶娃他说，你们要把他的名别亵渎的，就是要赞美，这个咱们应该要归给他，却要归给假神那里，所以他就不要接受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要念下在那个第9节那里，我为的名张起人怒，为我的son长
向你容忍的，不将你剪除啊，就是为了叫你能怎么能松长的，他就是要发现他对你想容忍的。他说你所做的是不对啊，所以啊，这边想说的就是你要转过来，你要把他的名字要归给要加深这个他说啊，要增赐人怒啊，就是这位上帝啊，就是增赐有人怒啊，因为就是啊，要我说的大使西家以利亚在给你们要教这个教导，这个就表示这位父亲也发他就增赐人怒啊。谁要信认识这位上帝啊？假如说我们有称呼他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要称呼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们为什么不要称呼那个中国的上帝啊？要法国的上帝啊？那个英国的上帝啊？我们为什么不要把这些要捋下来？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去求告这个犹太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啊？因为他对这个犹太人，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都是应验了。我们在这个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模糊的情况。我要必须要跳过去这个历史，为什么必须要这个就是必须要拿去那个以色列的上帝，不要拿去那个印度的上帝啊？这个就说明的就是除了这个亚亚法的道都是没有真的。就是我们在最后看到他说你们要看守这位以色列人的像看守牧羊一样，那我们就是要上亚伯拉罕的上帝教他是真的，他就宣布啊这样的啊启示啊，因为必须要放回他那里呢。除了他以外，就说没有办法。他说：“你们要把犹太人要放回到本地啊，他们别看上帝了，以后就要恢复在他们的地。”假如我们来念下这个，在耶利米书第31章啊。第10节，列国要听亚法的话，专要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一样。这边就是以色列的孩子们被赶上，他们被赶上到去列国。那我们就说这个话题，等于说我们对这个在这个经文的，就是要强调，就是有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就是他们要回到本地的时候，就是要看守他们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说话的时候，这个话真的是被应验了。那就是那个美国人，他们是那个在那个这个世界的强国家，他们已经不算是个强国家，因为他们就是会要得到重赏。然后就是那个法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就是那个在北约的所有的强国家。像
目前就是以色列人就要想个办法，要打败这个国家，然后这个美国人已经要给他们送给他们那个一条手传一手传的。因为就是那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的都不高兴的，所以只有想个办法要打败他。因为在以色列的就是在对这个全世界就是要编织了一块石头，那这些性质的话都被应验了。所以我跟你讲，都在这个以色列的上帝，谁都是逃不走，因为他所说的话都被应验了。因为除了他以外，是拿谁的上帝能应验了这样的话？只有亚伯拉罕的上帝啊。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的攻击他的王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放聚集的必受重伤。只要你要信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他在里面就是灵魂，所以你这个都。因为只要你要信亚伯拉罕的上帝，你就知道在你里面有灵魂，不是你像禽兽一样的。但是这个就给人力，这个就是从上帝那里。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的攻击他的王民。就是当代的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的，就是他就像一个像聚集的攻击他的王民的，就是你们都看到这所有的国家，那个所有的周围的国家都被攻击了，就现在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是以色列的就像就是红的嘴边，这模式也轮到犹大，那日我必使。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放聚集的必受重伤。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以色列的对那些所有的国家都当做一块重的石头来的，以色列人都在，而不还是美国人的。我就是把那个，我故意把那个网络搞崩了。这个就是对那个列国当做一块重的石头。现在就是那个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一直我想个办法，为了解决那个以色列的问题，就向那个伊朗那个阿拉伯国家那里说，你们不要攻打吧，因为情况就是这样吧，你们不需要发生冲突吧，就是我叫他们不要再发生这个冲突，那我们接着这个情况就是来告诉你们，这个全世界都要听从他的话，要听从他的命令，却没有人能够知道，就是这个都是要上帝的到来，静静的就是我负
负责要教导你们这个正道。我们都一起呢看得到，就是父亲耶和华所说的话，都这个全世界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为了这个都说，我们必须要听从那个亚伯兰的上帝，因为他有个来控制这个全世界。如果你不要跟随他的话，这个就是一种的反抗的。如果你难过要反对的话，就是你要去反对。这位上帝又说了，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中国人和俄罗斯要成了联盟，就是父亲耶和华所说的话都一定要应验了，所以都是你全世界都要听从这个圣经。却有人都想要做想要这个亚伯兰的上帝，却他们都就是没有拥有这个亚伯兰的上帝只有他有人识他就有只带这个名字，就是父亲耶和华和耶和华，只有拥有这个名字才有人识他，因为只有他们不再犯罪，他们已经被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就在你们这个地球在那些在没有看不见的地方那里都是没有拥有这个亚伯兰的上帝除非是要跟随亚乌斯的大使以利亚，这个话是真实的。那我给你们就解释一下，我们凭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位上帝就这个至高的上帝就是那个永远全能的永远的上帝他就说过了，他就说以前他从前有跟着与亚伯拉罕同在，就是当代就是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就是谁都不认识他。这个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18章第1节都已经读过了。创世纪第18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吧。亚法在门里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先出来，那时是正热。亚伯拉罕坐在那个城门口。创世纪第18章第2节。他举目观看了，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那个城旁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夫妇在第3节说：“我主我在你的眼前蒙恩，就求你不要离开，不然往前去吧。让我拿点水来，你们洗脚，在树下歇息。第5节，我再拿一点的饼来，你们可以加点心粮，然后往前去吧。你们知道，不然这里来，理当如此吧。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那就说的就是这样的。然后从这边开始就是父亲耶和华就在向他就先了，因为这边跟他说话的就是那个上帝天使在代表上帝因为根据那个上帝所说的，他就是要碰面了给那个父亲耶和华的设置。那就是我们要这个就来证明的，就是亚伯拉罕，因为按照那个天使是被父亲耶和华差遣来的，那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辩论的，因为这位上帝就是这个亚耶华要与亚伯拉罕同在，因为都是在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们要说，我们就称呼他亚伯拉罕的上帝那这位亚伯拉罕，因为他死了，却他的后代、他的后裔都跟着上帝根据创世纪第15章应该是到第13节，这个就是父亲耶和华的话对亚伯拉罕的话。
创世纪就是第15章到第13节开始吧。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就是到第19节，亚法对亚伯兰说：“你要的去知道，你的后裔比居住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哪里出来？但你要想到所说的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别人埋葬了。这边就是说的你的后裔就是被要苦待，然后他们就被苦待到400年了。这个就是在那个埃及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亚伯兰的后裔被苦待。只有他的后裔才能到那个亚撒，然后到那个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儿女。那这个算清楚吧？这个道就是我们在那个摩西的五经上查考，所以我一直都说我们必须要借着那个摩西的五经才能看到这个，还有那个毛所这个因为只有他们有这个正道，还有我们有这个马所的这个的手上的。就是他们那个马说了，或者就是那个 script， 就在那个古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看到这2位啊，那我们再重复仔细看吧。就是这边有说的，就是他们要被苦待到400年了，然后他们就去哪里，在那个18节那里，当那日。亚法与亚伯兰立了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和直到伯拉，到后之地的，就是基尼人的、基尼斯人的、加穆尼人的、赫人的、比利斯人的、利法人的、亚摩利人的、迦南人的、各加桑人的、耶布斯人的之地，就是那个亚伯兰的后代能承受这些块地吧，就从那个就是在那个江南的各加桑人的、耶布斯人的之地都是江南的。这个土地是非常大，这个面积是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要因为都是还有那个赫人、比利斯人的，但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这个江南地啊。因为在那个大那个周围就是赫人的、比利斯人的、利法人的、还有这个耶布斯人的之地，这一切都是在以色列的，是非常很大的土地啊。所以在就是借着这个，就是谁要别苦待呀，别苦待。就是在那个亚伯兰，就是在公元的2000年的，如果我们就把它算出来的话，就是应该在公元的1800年的。我们就说不说是谁来研究啊，因为这个就是在那个公元的，因为公元的就是要说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它要做一个先说。我们都已经2024年吧。亚伯兰的存在就是你要把它要加要1800，就是在那个公元3800年的亚伯兰就存在呀。就是亚伯兰存在，就是在公元3800年的，就是这位亚伯兰的，就是在那个公元1800，就是那个撒拉给他生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约，就是要在公元1800年的，就是
在埃及别古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他们从那个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就是按照那个上帝所说的，我们来查考一下，因为我们来查考一下，他们就从那个埃及出来，如果有人在记得这个，就在哪里这个经文说是他们从那个埃及要出来，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啊，第12章第51章，我们先要查考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第51节这个好这个你错了，这个快走难找到了。那稍等一下，这个是。在哪里？正当那日，亚法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对了，这个就是那个创世纪第12章第51节，就是正当那日。亚法将以色列人的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就被古代就是按照根据那个亚伯兰的书卷上，就是摩西来写这个书卷，因为亚伯兰的亚伯兰的道就在那个摩西的启示。就是在亚伯兰的后裔，就是在那个摩西的五经，这就是犹大人的以色列的书卷，就是亚伯兰的书卷，就是摩西的书卷。就是在第12章第47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要说这里啊，若有外人聚集在你们中间，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逾越节的规定的法律，就是也这样的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的众人就这样的行了。正当那日，亚法将以色列的人按这个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这个就很清楚，就是在那个这个国家别古代400年了，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儿女，这个是那个这个倒是非常直接。那摩西就从这边要出来呢，摩西就是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孩子们，因为摩西就是把他们领出来，因为就是摩西亚伦要领他们出来。这位摩西他就是利未的后代，利未人的，但是利未的后代就是在那个。因为这位摩西就是就是这个寄送的，但摩西的存在就是在公元的1300。我们就是说，他就是摩西的存在，就是在1500年的500年的，就是除了亚伯拉罕的摩西的，就是没有比他们先，因为只有摩西要把他们从那个埃及领出来的，因为根据犹大人的书卷，就是在那个公元1500。为那个公元2000年的，所以为了能了解亚伯兰，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国家，就是真是一个国家一无所知啊。说是他们有人是这个。你怎么要说，就是你在后面就是应该走到最年的才出现了，你就说要聊着这个历史，
或者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就在那个公元要2000年的公元1500年的历史就是可以说是很老已经古老的。所以我跟你讲，只有他们要了解这个历史因为就是我借着这个摩西就来称呼这个求告这位上帝说亚法，我们就借着这个希伯来的圣经来念一下，来查考一下，就在那个出埃及记就在希伯来语就是说撒母耳第15章。撒母耳第15章第二节，我在读的时候就是那个希伯来的圣经，我们要借着这个就看到那个上帝的真名，这个撒母耳怎么写，就是就是出埃及记什么 S 就是在希伯来语我们有说这个撒母耳就是说是犹太人的圣经，在马达加斯的语言就是出埃及记，这边就是那个希伯来的翻译ele choix van veel hij abel from me。然后这个就是要翻译出来的时候，用那个希伯来语来翻译的时候，就是也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舌头，也长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就是我用这边就是那个英语，所以我用那个马达加斯的语言来翻译，就是我要因为这边的英语就是亚法是我的力量，我的舌头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的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这个就是那个英语的翻译。第二就是那个在这个就是这个证明，就是在亚法是真实的亚法你什么亚法什么就是说。就是在那个翻译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就说亚法是真实。大的名是亚法，就是亚法是一个真实，大的名是亚法因为了就是要借着这个就是父亲亚法就是亚法，因为摩西这样称呼就要在那个希伯来的什么十分多了，这个就那个希伯来的书卷，就这个在那个公元的1500年的，我们在那个摩西的五经能查得出来，这为那个希伯来的上帝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上帝就是摩西认识了他，然后这位摩西就要宣布说，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他说他有宣布这个启示说，你应该有听从以色列的先知，因为我想说的就是那个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我们在哪里呢寻找他，因为这个全世界都听从他，这个全世界都被他要控制，因为他连全世界都被他控制，你怎么要反对他？如果你要反对他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糊涂你真是糊涂。如果你想当糊涂的话呢，你就是会到被灭绝那里。那这位亚伯拉罕的这个摩西的上帝他是怎么说？因为他们的上帝只有一位因为他说你必须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我们来念下这个经文，就是按照那个刚才那个圣经，这个是在
这个经文是在哪？就在生猛记啊。我的媳妇儿都已经了解这个圣经，因为他就是在我的身边了。生猛记第15章、第18章，就是我们夫妻俩都是要出去要传福音的，因为就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来一份，他也要传福音，就是我们都要传这个福音，那这个是逻辑啊，他也能了解啊。生命记第15章、第18章。亚凡的神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一个星期以外的行者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你正如你在河里上大会日子求亚凡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亚凡我的神的声音，不再叫我看见这个的话，免得我死亡。在第18节，我必须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起一位先知像，因为他们就从那个埃及要领出来的时候，要领他们到那个迦南地那里，然后就是有那个他们要那些个以色列的先知要率领他们，我就是在那个旷野，就在那个旷野中的时候，还有在那个迦南地，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他。他又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要传给他，谁不听他吩咐的民所说的话，我必讨恕谁的罪。这个父亲耶和华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有听从以色列的先知，这个是非常清楚啊。我们来就是要通过希伯来的圣经的来，这个是就是这个话是要讲他们是怎么解释，就在生猛记第18章，我们再重复要念下18章第15节，就是要说的就是第18章第15节，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圣经的那分析吧。稍等一下，我把它要放大一点。那个亚法一个还有什么写的就这样的。用英语要翻译的就是亚娃，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对。因为他又接着这个英语就是这样说的，我在马达加斯的语言就是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就是在他们的中间，就在他们的兄弟中间，因为这个就是要说的就是弟兄，就是弟兄，就是相我，你就是在我们的弟兄中间，就是你们要听从他，就在他们的在从他们的弟兄中间有给一个一位先知，这个不是在有别的先知，只在这个中国的先知，或者在印度的先知，或者在非洲的先知，就是要教他们要带他们，要率领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都在这个旷野所以他们要彼此要率领的，
就是他们要彼此要率领，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先知，因为这些以色列的就是要率领他们到以色列的地，就是迦南地呀。我们就是我接着这个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就说过了，你们就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除了这个以外都不要听从谁，只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只要跟这个以色列的先知才能听从那在以色列的当中的最后的先知。就是呀，胡说！我想说，我对你们想说的，就是说那个最后的，在他们的当中的先知就是啊，我说，然后那些所有的先知都要宣布有启示，就是说父亲的话不叫他们有亵渎他的名字，但不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的，因为。他已经说过了，我的名叫亚耶法，所以这个名字你都不能更改，或者他已经说过了，我的儿子就是要我说这个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把它更改，并要我说要禁住人的罪。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以赛亚，这个就是你叫法律啊。